主后2022年9月18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着有的品行。圣经腓立前书第4章第1节到11节。基督既然伫肉体受苦，恁嘛着有同款的心志来装备家己，因为伫肉体受苦是甲罪恶断绝关系。安尼，恁伫世间所剩的日子，就无搁照人的情欲，是照上帝旨意来活。恁有浪费光阴，做未信者所爱做的事，淫乱、色欲、酒醉、宴乐、大食大啉，甲可恶的五常装备等，已经够野啦。因看见恁无搁甲因过放荡、无节制的生活，就奇怪，煞甲恁诽谤。因着对得要审判活人甲死人的上帝高笑。为着这个缘故，福音甚至嘛有传予死去的人。安尼，因的肉体虽然有照一般人的款受审判，毋过因的灵会当照上帝的款来活。万有的终局近啦，所以着谨慎守己，通警醒祈祷。上要紧的是着热切三疼，因为疼会惹砍真济罪过。着互相好款待，毋通埋怨。做上帝所赐逐项恩赐的好管家，着照逐个人所得到的恩赐互相服务。愿荣光权柄拢归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讲道理的，着照上帝的信息；侍奉的，着照上帝所赐恩赐的力量来侍奉，互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伫万事得到荣耀。着有的品行。1997年，台湾一再发生校园暴力、学生自杀、青少年飞车斗殴事件，互大众开始关注青少年的身心问题，搁寻求解决对策，期待会当互青少年较重视生命。1997年的年底，台湾启动生命教育实施计划，大省对教师研习训练诉诸做起。1998年，伫各地的中学展开生命教育课程。2000年，教育当局成立生命教育推动委员会，也将2001年定做生命教育年，宣示对生命教育的重视甲推动决心。生命教育核心概念、系统架构甲发展策略研究报告，这中间有指出，生命教育是用人做主体，对生活经验出发，除了培养现代人的基本能力，也互因获取知识。两者拢强调统整的重要，无论外在的学习、知识领域，或者是个体的身心灵调和，甲个体和外界人事物统整互动的能力。生命教育是探究生命上核心的议题，培养学生尊重、珍惜家己和别人生命的教育。事实上，台湾基督教教会为推动社区宣教，也积极参与生命教育。除了所属各所中学安排相关的课程，真侪教会也培育志工去校园教导学生品格和珍惜生命。第1世纪生活伫罗马帝国的基督徒，常常因为信仰遭受敌意和压迫。腓立写批予当时的信徒，
鼓励因效法基督，虽然受苦，落尾的确得到荣耀，免会因伫生活上展现顺服，做好事为义受苦的品行。彼前书第4章第19到第20节，讲到耶稣基督为人会做受苦，免会信徒用基督受苦的心志来装备家己，莫顺趁私欲，爱甲罪断绝，搁伫未信者面前用美好的生活见证来荣耀主的名。但愿末日的审判来临的时，信主的人袂至到甲做歹人同受审判，会因为遵趁主的道理，通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得到称赞。一切的荣耀归伫上帝。若是已经死的信徒，虽然生前为义受苦，死后的确得到上帝肯定，得到永远的性命。第70到第11节，讲到信徒伫教会生活中要有彼此相疼、互相服侍的见证，用疼心劝诫、赦免犯错的人，搁乐意接待外地信徒，特别是出外传福音的人，包括接待因到家己的厝聚会。彼得勉励信徒，无论伫社会还是教会的生活，最后的目标就是将一切荣耀归乎上帝。互咱回想搁反省家己伫社会甲教会的生活，是毋是带着为基督受苦的心志咧？虽然咱可能因为坚持信仰、遵行正道，甲身躯边的人格格不入，还是冲突，毋过一切拢是为主做见证的机会。默想，我生命的核心价值是甚物咧？我所追求的是金钱、名声、财富、享乐，还是荣耀上帝名？我生命的核心价值是甚物咧？我所追求的是金钱、名声、财富、享乐，还是荣耀上帝名？咱来祈祷，荣耀的主耶稣，你是我学习甲军队的模样，我愿意调整生命的核心价值，学习伫社会甲教会生活中，凡事拢归荣光互你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